我都先表揚一下發展局喺今次咧快速咧對市場咧作出反應嘅，同埋咧積極去修訂政策，充分體現咗政府咧拆牆鬆綁促進發展嘅努力嚇。今次政府嘅政策可謂咧一箭三雕嘅，有助香港教育行業發展啦，又支持辦公室租務啦，同時咧亦都降低咗留學生對住宅租金嘅影響，對教育啊、房地產啊同埋民生咧都有好處嘅。所以咧我一定支持，但係咧呢個政策出咗咧，個實際作用咧係會唔會得到個相應嘅效果咧？我相信頭先田北辰議員亦都講咗啦嚇，我都有兩條問題嘅。所以第一咧，政府有冇做過估算，有幾多棟商廈或者酒店係會改建成為學生宿舍嘅咧？第二，我亦都諮詢過經營酒店嘅朋友，我睇到咧佢哋嘅酒店咧其實就好適合做改裝嘅，但咧徵詢過之後咧，佢哋話咧需要一大筆錢去做改裝。我相信商廈都一樣要一大筆錢去改裝。又考慮到咧旅客咧就一直喺度上升，咁租金啊梗係以旅客嗰啲每日計更加好賺過俾租俾學生啦，係嘛？所以咧要佢哋去改裝咧，其實咧興趣唔大。呢個係最主要理由，因為其實而家咧唔係嗰個租出去嗰個租住率其實好高嘅，啲酒店。但個問題咧，佢哋仲捱緊嚇，大家知道點解㗎啦。咁政府咧又會唔會考慮俾一啲資助措施咧？譬如係低息貸款咁樣咧，或者其他措施咧？唔該。係局長。好，主席有冇一個估算有幾多人會埋嚟善用呢個計劃呢？其實我哋而家真係冇呢個估算，我哋手上有嘅就係我哋而家如果商業大廈。如果係乙級同埋丙級啦，我哋相信甲級商廈未必會走呢一條路改做宿舍㗎啦。但係乙級同丙級咧，其實嗰個空置率咧係由11%至到16%不等嘅。嗰度其實都有幾十萬平方米嘅樓面面積。咁我哋相信唔會全部都改嘅，因為正就好似議員所講，都係一個投資嚟㗎。都要花錢落去咧，做一啲嘅改裝，所以有關嘅業權人或者營運者自己都要計一計佢哋嘅數嘅。咁我哋不諱言，我哋今次推出嚟咧，都希望係交俾市場去主導，唔使樣嘢都係政府咧去定晒個框框條條。我哋擺出嚟，市場覺得用得着、有興趣嘅，佢哋去用。如果我哋睇到個情況，發覺唔夠啊，其實就算反應唔好或者反應好好，因為個需求實在太大啦，唔夠嘅話呢，我哋再可以更深咁樣去諗其他嘅措施，包括批撥一啲土地，專係俾市場去起一啲學生宿舍。例如舉一個例，呢個措施我哋都係樂意去思考嘅。好，有跟進加一句。其實咧，正咧，我就反映俾局長聽，而家嘅市場就係咁樣，興趣唔大。